他的理论完全符合教育的道理。教育的道理是什么呢？教育有3个基本道理。这3个基本道理，在座各位朋友，我们大家本来都知道，它不是王成贵教授发明。教育的第一个道理是，教育的时机要把握。第二个道理是，教育的内容要把握。第3个道理是，教育的方法要把握。教育出问题，通通都是在这3个面向。如果一位大学教授对学生的程度他不满意，他会问学生：“你高中怎么读的？”高中老师会问：“你是哪一个国中毕业的？”国中老师问：“你们小学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小学老师问：“你有没有读过幼儿园？”幼儿园老师问：“你到底有没有家教？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表示教育它是有时机的，而教育的时机是越早期越重要。你前面的教育把它做好，后面这一段就会比较好教。这叫做打基础。基础教育，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，它是根源，就像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要用心的去灌溉它，去照顾它。你只管把根扎好、扎稳了，等它冒出嫩芽，就放心了。它以后会自己自动的成长茁壮，会长成一棵大树。这就是你只要努力一阵子，就可以快乐一辈子。如果你错过时机，在耕耘的时候你没有照顾好它，等孩子长大了成为啃老族，你就要痛苦一辈子。既然教育的时机要把握，那么教育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王老师说，教育要从应该开始的时候开始。那么什么时候是应该开始的时候呢？请问，教育是要在孩子几岁的时候开始？几岁？王老师说，讲胎教、讲0岁教育的朋友都很聪明，但是大概都是没有良心的人。那教育越早越好嘛。孩子一出生，甚至是怀胎的时候就开始教育他。我调查一下，已经有小孩，而且你有做胎教的朋友，请举个手。一个，给这位家长鼓掌一下。一个，恭喜这位家长，没有辜负孩子，您的孩子没有被耽误掉。如果你明明知道而不去做胎教，这不是没有良心吗？这不就是我前面所讲的，你明明知道教育的道理，而不按照道理去做吗？等孩子长大了，他就回不去了。错过时机是永不再来。许多的家长很用力、很努力的在做一种颠倒教育，孩子很乖、很好教的时候，偏偏父母认为他太小了，什么都不懂。你只想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啊，所以就百般的疼他、爱他、宠他。等孩子长大的有一天，你突然发现他没大没小，他不懂事，他不用功读书了。这时候你多讲他2句话，他转身就不理你，因为他已经被宠坏了，被耽误了。这就是家长们错过教育时机所造成的结果。教育应该在孩子很小很好教，教学效果很好的时候，你要赶快教。这时候是惠利少，收获多。教育你等他出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挽救就来不及了。所以，教育的时机要把握。教育最好从胎教开始。西方的医学已经证明，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3个月到5个月，就可以用医学摄影机拍出胎儿的脑细胞神经元已经发展。这说明了教育是从有生命的那一天
从怀胎的第一天就可以开始。但是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，我们接受教育、接受信息是通过你的五官，在妈妈肚子里面只能听，就尽量的让他听。听什么呢？听丰富而优雅的声音。哪些是丰富而优雅的声音呢？有一个天才音乐，西方的经典音乐，贝多芬、莫扎特，好多，还有我们东方的古典音乐，古筝、古琴都非常好。更棒的是经典的诵读声音，包括中文经典和英文经典。这些经典的诵读声音不是只有美感，它还能够涵养孩子的性情、气质、品德、智慧。用这些丰富而优雅的声音，就可以培养天才。所以，如果家里有人怀孕的时候，王老师说，请他去准备3架 CD， 一台播放经典音乐，一台播放中文经典的诵读，一台播放英文经典的诵读。然后呢，每天24小时同时播放，这样就可以培养天才。您放心，您放心，他也不会受不了。他这时候可以一心多用，他这时候是用吸收力在学习，不像我们大人靠注意力在学习。如果会发疯，肯定大人会先发疯。所以请你放。除了西方的医学证明之外，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：3岁看大，7岁看老，也说明了早教的重要。所以要趁早把握时机，让孩子在3岁之前听进世界名曲，听进所有经典诵读，这叫做耳聪。让孩子在3岁之内看尽世界名画，看尽世界有名的风景，看尽最美的雕塑、舞蹈、戏剧，这叫做目明。耳聪加目明就等于聪明。所以就是趁早用这些丰富优雅的信息，大量刺激孩子的脑细胞神经元。每一个孩子的脑细胞神经元很轻松的都可以被发展5%以上。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是天才。王老师他提倡读经胎教，就是让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来听经典的诵读声音，这样子诞生的宝宝，我们取个名称叫读经宝宝。读经宝宝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他一出生的时候，他一定是相貌不凡，而且很好教，很好养。听说孩子生下来100天了，3个多月，隔壁邻居不知道他们家真的baby在坐月子，因为从来不哭不闹，不是笨到不会哭不会闹，是聪明到不用哭不用闹。这个照片里面这个宝宝陈九思就是读经宝宝，他的父亲陈建立是宜宁中山国小的小学老师，母亲原来也是小学老师。他们在8年多前听了王德贵教授的一场演讲之后，决定太太辞掉工作，在家里专心的做读经胎教，生下这个儿子，取名陈九思。这一年九思2岁半，参加我们基金会和省中文每年共同举办的全国经典总会考，那一年他通过1段，表示他熟背了《论语》前半部。这个全国经典总会考是台湾读经界的年度大事，这是省政府跟我们基金会合作，由我们基金会承办。每年前20名的绩优考生和他的家长，还有指导老师，以及当年度推动读经教育有功的团体和个人，会安排到总统府接受总统的表扬，而且一个一个、一家一家的跟总统合照，这是非常的出色的待遇。那么九思第2年3岁半，他通过3段，熟背了整部《论语》加上早起。去年他6岁半，参加第14届全国经典总会考，通过10段，表示他已经熟背了8万字以上的经典。这个九思我跟他们很熟，我很喜欢跟九思聊天。
因为他讲话很正向，不像一个6、7岁的小朋友，他还会安慰大人，会鼓励大人。陈太太跟我讲说，有一天带着走私到宜岭的乡下超商要去买东西，经过菜市场，看到一个阿婆蹲在马路边，走私问妈妈说：“那个阿婆怎么了？”妈妈告诉他：“那个阿婆很可怜，肚子饿了，没有钱买东西。”到了超商门口，骑楼上有几台电动游戏机，妈妈给走私10块钱铜板，都是他。妈妈买东西很快出来，10块钱你可以去玩，你可以留着等下给阿婆买面包。陈太太说，她一出来看到走私坐在游戏机上面摆动的身体，还哼着歌。她问走私说：“你10块钱用完了吗？”走私拍拍口袋，在这里，等一下要给阿婆买面包。我就问陈太太：“你每天在家里给孩子读经，你有解释吗？他这么懂事。”他说没有啊，王老师叫我不要解释，不要翻译。所以孩子小时候他只是读，他没有去解释，没有去懂，可是他会自己糊里糊涂的懂，还懂还真不错。陈先生、陈太太每天看着走私这样长大，觉得太棒太幸福了，他们忍不住去年又生了第2个宝宝。那么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孟丹梅老师，他有一个流体宝宝叫德贤。德贤在1岁9个月就会熟背整部的《论语》，而且有录影，要不要看？我们来看流经宝宝1岁9个月来背《论语》啊。好，可以。